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北宋841嘅 YouTube channel。開蓬巴士港島遊中第3集將會下星期四1月29號進行拍片，因為就係我哋學校路路通交通大使大潭道赤柱同埋薄扶林遊中。個活動內容呢，就係體驗長者或殘疾人士乘搭同埋轉乘公共交通工具嘅需要。但係我 APL 同學校長者護理課程都係修讀呢啲嘅相關。我修讀呢啲課程學過嘅嘢，可以將學到嘅嘢用返出嚟去照顧呢啲人嘅技巧。我哋會喺學校坐某一個巴士去西灣河，住14號巴士去赤柱，之後我哋會又搭返 H4 觀光城巴回程返中環。我哋呢就會搭天星碼頭回程去尖沙咀。咁呢，期待收睇下一集第3集嘅開蓬巴士港島遊中啊！下集見。拜拜！各位記住收睇我哋開蓬巴士港島遊中嘅下一集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拜拜！記住睇啦〜